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哦，大家應該都有去過動物園去交流過吧？啊，不過大家有去到動物園特別講無呢？今晡日啦，我哋來小記咧發通，揾到野宿動物園哦。怎麼個愛的野宿動物園呢？特別有兩版神奇的故事。今晡日啦，我哋都特別邀請到兩位先生和規劃發通的先生來到節目特別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馬上來邀請佢哋吧。首先先來歡迎我哋的陳公正阿正先生。高本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公正，我是在壽山動物園生態營隊的專業的管理人員。歡迎先生。接下來是我們的白龍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壽山動物園夜宿動物園的承辦人白龍，謝謝。歡迎兩位先生來到節目裡邊。首先先來請教一下阿正先生，這個本身係在屏東州嘛？係啊。談過中間的那客家鄉親呀，一定有感情，係乜個故事啊？我的工作是在遊樂園區裡面來上班。那在潮州呢，這個地點呢旁邊就是有竹田，也有這個萬巒這個地帶呢，大部分都是客家。那同事裡面也有這客家族群嘛。那當然我們在工作的場合上，多少還可以接觸到這種客語的部分，對。佢說按呢，都認識幾多客家的鄉親，那同人的客家有關係按呢咯。按呢。白龍老師，我剛剛聽到阿正先生按的分享啊，那你跟老師的認識是在活動當中嗎？還是說你本身就是從事這個活動很久了？學生活動這一塊大概有38年的時間了哈，我都是帶小朋友到那邊去做露營活動，然後因此而認識。那因為我做這個工作很久嘛，所以跟公正老師互動的時間也會很久，就是我帶小朋友去的時候。那也就因為這樣認識。白龍老師，那要個夜宿動物園、野宿動物園這個想法，提出來也還是誰提出來？你們兩位一起的嗎？是我們兩位一起的。對。然後他有我不足的部分。對。所以在進行這個活動的規劃跟構思的時候，那我們兩個人就是1+1會等於3這樣子。對。阿正先生，頭都同柏龍老師安尼同人哋分享啊，雖然講個想法係唔能量啥向他討論出來。當時提咧想到的野宿動物園，唔能都想到馬上都想到去高雄的壽山動物園安尼嗎？對，其實我們在磨合這個壽山動物園的時候，基本上就是說我們要先了解整個環境，然後壽山動物園最大的特色是什麼？當然是以動物為主嘛，基本上我們也設計很多的這一種所謂的小朋友的戶外教學，所以有一點點的這樣的基礎。那接受到這個壽山動物園的任務的情況之下，當然我們一定要去把這個元素完全的做一個調整，因為是以動物為主嘛。那動物跟小朋友之間、跟家長之間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連結，這是我們最要思考的部分。對，那白龍老師，像當時啊，你們就接到動物園去跟他洽談的時候，園方他的反應會是什麼樣？還是說他們是保留一點態度呢？還是說他們也之前有看過所謂像海生館這樣子一個成功的案例，其實他們很期待，想要趕快來推動這樣的一個想法？大概20年前，我就協助南仁湖集團，也就是海生館之前的經營者，規劃夜宿海生館。那時候剛規劃之初。那後來，動物園知道說我有規劃夜宿海生館的一個經驗，那所以他，在這樣因緣際會之下呢，我們就開始，就是動物園邀請我們來做這個部分的規劃。剛開始也是會擔心，因為畢竟這是小孩子的活動，而且面對的。環境很複雜，它不像海生館，它是關在玻璃櫃裡面的魚，它不會出來咬人，那它的環境是在室內冷氣房，所以它也是一個非常安全係數非常好的一個環境。但動物園不一樣，動物園是在森林野外，所以他們也有很多的顧慮啦。但是我們經歷了1次2次，還有我們在提企劃案的時候，他覺得我們顧慮的層面比他們動物園內部辦活動還要精密，還要廣泛，所以他們在這一塊就很放心，對，很放心的把這個活動就是交由我們承辦這樣，對。阿正先生，頭頭柏龍先生按來講啊，就是說園方可能會有顧慮的部分，可能也有想到嘛，但是我們想要具體的了解講，除了
具體這樣子給安全性，能顧慮的地方都在等待。像可能英雄底杯給通風都管那台底杯厚厚啊，那如果在底杯压修的話，其實也不會說可能走地兩個底杯去跟他們一起住嘛。那你們顧慮的安全性啊，或者是說給動線，你們還用板去熊的呀？主要就是說環境很重要嘛，哈。那我們有一個好處，是因為動物園有提供一個室內的場館，我們讓小朋友睡在室內的環境裡面。那第二個部分是家長可以讓他們有親子的話，我們可以讓小朋友跟家長就是可以搭帳篷在園區裡面。那或者是現在很流行露營嘛，他們有自備帳篷，或者是有這些露營車的部分，也可以讓他們直接就是以夜宿的形態來做一個包裝哦。那第二個我們再看到就是說，因為動物園裡面的設施也是有限，親子的設施也好，然後還有小朋友的一個教學的環境都有限。那我們透過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要以動物園裡面最好的一個長處，把它做個發揮。比方說，我們會先以動物的形態來做一個規劃。那我們做一些規劃，就是說動物園裡面的特色，動物最能夠張揚的是哪些部分？那當然，如果我們做夜宿的快眾來看的話，基本上總不能只能在这個園區裡面，所以也延伸了到外面的這個壽山，也有一種小微型的這種爬山的部分。那再來就是因為動物園這邊也覺得，兩個動物園，那有些小朋友可能會不好，剛好要夜宿的時候，可能第一次參加夜宿，可能也會覺得怪別扭的，或者是會想媽媽、想爸爸之類的。所以就是特別我們又開放了這種所謂的單天的這種行程，所以就這樣的相輔相成，就也有1天的，那也有2天的，那甚至到後來百榮老師這邊是這個供應不求，也有家長特別要求要特別開放比較多天的、4天的，甚至要求要1個禮拜的，蠻有趣的一個概念。對，我有跟家長說，是不是他們18歲的時候再來把小孩帶回去就好了，直接在裡面當長期志工。百榮老師，那這樣我想請教一下，就基本上呢，一般來講，你們固定的這個夜宿活動就是單日或是2日這樣的行程，其他的比較長的天數都是屬於特殊去做規劃開放才有的吧？目前在動物園的1日、2日或者是多日，這個就都叫做動物園的營隊活動嘛。好，那你剛才提到的多日啊，或者是不管它是幾日，它這些營隊都是經過特殊設計，好，然後規劃，然後這些活動的內容一般都是爸爸媽媽或者是老師帶小朋友去動物園比較少接觸或甚至沒有接觸到的，像夜宿動物園也好，或者是公生老師剛才提到的1日的也好，這些活動呢，有一些場域不是一般的小朋友或遊客是可以進去的，那這些場域呢，必須要進去的人不管他是大人或小孩，他是必須接受教育訓練，他才能夠進去。比如說，甚至我們到後場去參觀，那它跟一隻很大的犀牛，大概距離只有不到50公分。那所以去參與的人，他是必須接受過教育跟訓練，要不然把犀牛激怒的話是很危險，或者是他做了一些不當的動作。所以動物園的活動在我們接手規劃以後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體驗。這個體驗的內容都是非常的特殊，就是所以夜宿動物園的小朋友最多來參加過8次，就是他從小1的妹妹就一直每年的寒暑假這樣累積下來，大概他又來過8次，所以他剛來他是妹妹，他媽媽很擔心，然後他現在來，我們要叫他學姐，因為他已經小5了，對，而且他來8年，不是8年，他有時候1年來2次，不容易。那多日的活動的話，4天的活動的話，我們把很多會把一些野外的基礎技能帶進這個活動裡面，比如說離線的 GPS 教學，這個在國內的登山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安全工具，
好，那我們很小，就小朋友来的時候，我們就教他這樣的基礎概念。對，然後讓他們透過 GPS 去衛星定位去找動物的家。對，然後他們就很有興趣，然後他們也很想去學。那這個對於他們將來長大以後，如果他們從事戶外活動，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非常大的幫助。那這些課程還有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都有在這些多日的課程裡。哦，原來，古時候講，你個發通野生動物園的發通，唔單講來要喺安部，來看看哪路離開嘅，有可能係提杯還可以去上課，學到一些的東西帶過去安尼啦吼。哦。觀眾朋友，聽到一片係咪更加對一個野生動物園的發通更加有興趣嘅呢？啊，唔過唔好走開哦，等一下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一下馬上過來哦。歡迎回到我們福氣來的節目裡邊。上一趟我們聽的兩位先生來分享野生動物園裡邊係樣板的規劃，今日用樣板的想法，我感覺怪神奇呢。啊，唔過裡邊還有樣板的故事，繼續來請教兩位吧。首先請教一下阿正先生哦，一個發通啊，當時你有講到講，當時怎麼個會有想法來辦一個發通嘛？但係一個發通最主要的目的，也係講佢一個精神係乜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基本上我們認為這一個夜宿動物園跟動物園區之間的這一種的規劃來看，其實我們讓小朋友並不是只有來到動物園看看動物，那我們會把體驗跟參與的這個過程給加進來。起先的時候，我們白龍老師就設計了一個所謂的叫做動物的御廚房。你看這個名稱就非常想要去參加，對不對？那所謂御廚房就是我們要看看動物怎麼去幫他準備食材。那食材準備的時候是由小朋友來切，準備切好之後，然後再去餵食動物啊，這是一個部分哦。我們要讓參與的營隊的這些家長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在動物的身上可以得到什麼樣子的學習。基本上，如果我們細細的去觀察動物，每一個動物的性格都不同。我們舉一個那個獼猴啊，收容動物獼猴最多嘛哈。那獼猴特多的情況，家長最容易的話題是帶到那獼猴搶食怎麼辦？那實際上我們可以細細的去觀察獼猴，它有它的特質所在。那也可以看到非常淡定的這種的卡比巴拉，那也可以看到這一種非常沉着穩定的這個那個狐獴等等，那也有犀牛的。每一個動物它可以代表一個個性不同。那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只有完全透過走讀的一個形態你解說，那基本上現在小朋友的玩性比較多。那動物園區又不是一個像學校的那麼刻板的一個教學的一個概念，所以我們會把它讓它遊戲化、體驗化，讓小朋友做一些互動的部分，完全是陷入在遊戲當中。我想這是我們主要的一個最大的精髓。你等於講以動物來做欣賞，同佢哋產生互動的部分，來去學習人哋教本給人的環境教育的部分啊。那白龍老師剛剛阿正先生這樣子介紹，我就很好奇講，那你們兩位作為的發起規劃者，那你們兩位分工是怎麼樣去分工？還是說兩個都做一樣的事情？基本上公生老師他負責的大概就是比較文職的工作，然後我負責就是比較物質的工作，所以我們兩個就變成文武合一的工作這樣了。怎麼說呢？如果應該是這樣講哈，公真老師在公共關係哈，或者是媒體文宣，還有隊內的一些文稿，我想還有活動的設計這些細節。他大概在這一塊都非常的可以說非常深入，也非常有經驗。那我的話呢，是負責戶外這一塊，戶外活動的這一塊，比如說場域的安全、動線、天氣、活動內容，然後在小朋友的活動設計這一類，還有人員的培訓這一類的。
對，現場執行人員的培訓之類的。嗯哼，那我知道了，兩位的分工就是各有一片天吶。阿珍欣賞哎，黑天花板的天，你是天空的天，对。不过我要補充一下，就是白龙老師非常精準，就是有時候我在帶1天的那種課程的時候，他會告訴我幾點幾分會下雨。哦。這太厲害了，這太厲害了！他基本上好像常年在研究這個天氣的一個概念。也還講具有天發聯絡給俺的天公呀，有可能，電話一通就已經串成一線了這樣子。是，不是因為以前我帶的活動的小朋友人數都很多，大家就整個學校一起出去嘛，那人數很多，他們都是露營，所以我在指揮着現場的同仁在進行這樣活動的時候。因為露營嘛，露營，所以它是沒有天花板，它只有天空，好所以如果這麼多幾百個小孩在外面露營的話，下雨下來，而且他們去的是3天的時間，那如果是第1天下雨的話，他們來不及離開，或者是帳篷門沒關好，水進了帳篷裡面，他們的衣服就濕了，那他們第2天就沒有衣服換了，所以。最好是在雨還沒有下之前，他們就可以撤離天空，或者是到避雨的地方去。所以什麼時候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抉擇點。對。那在你們現在做壽山動物園合作這個夜宿的活動裡面，有沒有什麼發生是比較臨時的，像天候的狀況，還是環境的狀況，甚至於是說有沒有動物躲起來不讓人家看？這樣你們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白龍老師你們會怎麼處理？天候的狀況，去年我們就遇到那個台風，台風，然後，那個台風名字我記得，應該在去年7、8月，然後我們剛好在夜宿，那小朋友，明天要報到，明天台風來，家長擔心今天會不會有問題，那我跟家長講，台風不會來。它會從我們旁邊掃過去，它距離我們，壽山動物園是在安全的距離內，就是我們壽山動物園是不會受到台風的影響的。對。那第2天，家長跟我一起鼓起勇氣搬，繼續搬下去。結果台風沒有來。這是一個。第2個就是說，在前一個梯次吧，好像兒童節那一梯，我跟家長預告上午11點20分，誤差3分鐘會下雨。11點20分，結果下雨的時間是11點21分，32秒下。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抓得很準的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在帶很多小孩子的時候，甚至上千人一個梯次的時候。我曾經大的吃過這樣的虧，就是小孩子太晚撤離，然後雨下大的時候，小孩子會怕，然後他會慌張，他會奔跑，他會推擠，然後就會受傷，或者他東西濕了就沒辦法使用。那所以我決心要把這個事情做好，所以我才研究很久的氣象，然後可以到最後比較精準的去抓到。但是一般來講，我們是只有敢對內部發布，我們不太會對外部發布。對外部發布，他們會說：“老師，你怎麼會那麼準？”我說：“我只是用猜對的。”對。但對內部的發布是會很確實的、很精準的告訴他們，這個我們稱為活動參數啦。活動這個氣象是活動參數之一嘛。對，這樣子小朋友才能夠在比較一個安全的一個戶外環境裡面，因為夜宿動物園也好，或者是1天的活動也好，他們都95%都是在戶外課程。對，他不是在室內看影片，所以他都是面對都是天空。对，所以天氣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是它太熱了，那我們就要準備消暑器、噴霧器、冷卻器，就是讓小朋友或者是參加者出去不要這麼熱。對。安尼阿珍先生，然後白龍老師給夫妻的很諾貝嘛，所以講天候這些狀況，他可以去做處理啦。這個面對的可能係家長啊，也要講小朋友啊，底部人的部分角度，那這個有讀到過，我們影響過層面，也要講比較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嘛。
基本上就是家長的一個問題，我們要去一一的去克服。通常很多家長他會很多的擔心，那這樣擔心就是因為家長他並不是在現場，所以他沒辦法想象現場的狀況是如何，所以我們也會比較能夠適度的跟家長保持一個互動的一個關係，比方說用 LINE。告訴家長我們現在在做什麼活動。那基本上我們都會做一個，因為我這邊的資訊來自百榮老師，他非常精準的這個天氣，明天能不能出團，或者是真的沒有出團呢？我們會在群組先告訴這個團隊今天要延後，或者是要做什麼。那我們最大的挑戰是，你一延後的時候，有些家長要參加，有些家長不參加，因為要參加，可能整個暑假的行程都已經排好了，那小朋友又會覺得不參加，又會覺得很可惜。那要參加，他一方面又考慮到所謂的安全問題啊，就問一大堆，這個顧慮一大堆，所以我們要一一的去做排除跟解釋，所以這是我們遇到的困難點。我們在設計每個活動的時候，因為活動的形態不一樣，所以每個挑戰會不同。那最主要我們碰到的，像小朋友，他或許是家長想要讓他來參加，可是小朋友不想啊。爸爸媽媽想要啊，就好像我們看到夜宿有很多小朋友，可能第一天晚上想爸爸想媽媽哭着的那一種。那我曾經帶過一個小朋友，是因為他就哭着來，那媽媽硬要他來，他就不想來。那後來就是我們就帶到，我請我們助理老師幫他牽着說，好，媽媽你趕快離開，不要讓他看到。我覺得那時候要先斷電。你不要讓小朋友一直看着媽媽，他會依賴。我跟媽媽說，你不要離開。那我們那個小老師也蠻聰明，就拿一個這種類似這種牌讓他拿着，我們就沿路上就讓他直接拿着，然後他就覺得就只有你有，他覺得是別人都沒有，就只有我拿了。結果拿了之後，那一天結束之後，第二次他馬上又，我記得上次是好像參加非洲的課程，第二次又參加亞洲的課程，然後第二次的時候他走到每一個點都開始幫我劇透，等一下要幹什麼？我說沒有。等一下要幹什麼？我說沒有。為什麼？因為他已經參加過一次。那殊不知我們兩個課程是內容不一樣的，所以他已經很有信心。參加過第一次之後，馬上參加第二次。我覺得是我在這一次的這個活動當中，我就覺得其實爸爸媽媽要懂得去放手。讓小朋友，其實你要相信小朋友他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常常在夜宿的活動裡面看到很多小朋友，那幼稚園的小朋友是，然後幼兒園他是大班而已哦，一個小男生，他自己洗碗，自己吃得乾乾淨淨，然後自己去爬山，都不用人家帶耶，真的太厲害了。故說講來參加一個活動，唔單止係體驗，更加好可以講本身呢有一個成長嘅機會啦哦。談到鴉片，係咪想喺本身年呢，夾夾來參加嘅野宿動物園嘅活動呢？可以本身年呢有成長嘅機會哦。唔過啊，等一下還有更多嘅資訊要俾大家知哦。唔好走開，所以比賽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頭擺我哋去到動物園嗬，可能係人去看動物，更加咧唔係哦，我哋係對動物當個去學習生命嘅尊重。當然我哋兩位先生兩班去教細年咧，也係講家長也個生命嘅課程咧，繼續嚟請教佢哋吧。阿曾先生，我第一講唔能規劃一個野宿動物園嗬，頭都有講到一個精神嘛，第二唔能有一定嘅用心，安全也顧一定嘅嗬。唔過唔能感聽到。可能能順後一種，有個係課本，也係講宣傳單呢。是，這是一個道具。那事實上，我們在動物園區這邊的活動大概已進入到第6年了。所以，我們剛開始一日遊的部分來看，是有推過專屬的亞洲的動物，或是非洲的動物。那這個是我們自己近期研發出來，我們跟白老師一起研發，就是說，事實上，我們發現到很多小朋友，你帶着他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是現在坊間最流行是走讀嘛。那有時候小朋友他是不專心的，他可能帶出去之後，他會覺得啊，老師我要吃東西，我肚子餓，天氣太熱，什麼時候要吃中餐等等一大堆。但是後來我們把這個工具是完全把它融入了這個道具上面。那這個裡面我們把它稱為叫通關的護照秘籍，讓小朋友拿到這一本書，他好像是擁有了一個工具哦，那是好的學習。那這一次是設計環遊動物小百科，是把10個動物囊括在這裡面。那道具就是我們把每個小朋友的角色換成是所謂的叫做動物
哦，那從狐獴的身上可以去學到什麼部分？那還有就是，假設你是狐獴的話，那狐獴有一個部分是因為常常在警戒，那就會站起來。那我們會讓小朋友去學習模仿狐獴的動作，他怎麼去警戒。好，那到了這個卡皮巴的情況下，我們知道卡皮巴它是很淡定，而且它是很喜歡泡溫泉的。那我們就請小朋友到那個廊道裡面，那廊道裡面剛好是有冷氣的空間，讓小朋友坐下來的時候深呼吸一下。那小朋友做得非常好，他定下來之後，我就帶了一個實際上的柑嘛，有沒有橘子，就放在這一種小朋友的頭上，讓他模仿一下那個，他可以堆疊幾個。我發現小朋友非常的專注哈。那再來就是我们在導覽的部分，就是我們透過了生態題庫，那基本上這個是小班制，大概15個小朋友，我們就設計了15個題庫，那小朋友去抽起來之後，讓小朋友呢抽到那道題目，那我們就直接由小朋友去一個題目裡面有3個答案，讓小朋友去解答，解答之後他把那個題庫呢貼在這一個護照上面，所以小朋友他完成的時候就是整個貼滿的。然後呢，我們也設計了園區裡面的5個通關章，也蓋好5個通關章。那最後我們會頒發一個所謂的證書，然後再來去壓一個結束的一個完成任務的章啊，這是我們最近研發出來。那這個活動目前非常好，那在暑假也會推出這個部分。那這個是半天的活動。假設小朋友如果說爸爸媽媽你認為說小朋友參加夜宿還有一點點的距離沒關係，我們先參加這種半天1天的活動，那都可以來參與。那我們知道夜宿動物園是很精彩的哈，那我們曾經帶過這種親子的，就爸爸媽媽帶在一起的。你知道我們早上最大的回饋是家長說，一大早被叫醒的不是公雞，你知道是什麼嗎？黑馬的獅子的叫聲。確定沒鬧鐘嗎？沒鬧鐘啊，沒鬧鐘，就是獅子會叫。那我們知道獅子是屬於晨昏的動物，早上會叫，固定黃昏會叫，所以一大早大概5、6點的時候，獅子就有叫聲了。他們是被獅子喚醒的這種聲音了。所以對，我覺得這一種是你親自體驗了之後，才有辦法感受到這樣子的一個氛圍嘛。如果說你們在家裡面住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可能是電子鬧鐘把你叫醒的。所以我有參加這種夜宿動物園，才有這樣的深刻的體驗。對。不過我想講，可能細年會輕鬆，假使講很矮的話，我會輕講。在睡夢中，然後聽到獅子的叫聲，是，會講多呢。那這樣，班龍老師，你能會規劃這樣子的一些學習的道具啦，這些，那你們在帶這樣子夜宿活動的時候，那還有什麼樣子的方式會去幫助小朋友或者是家長去更融入，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當中的學習？我首先講今年暑假，事實上不是暑假，就是它全年都有辦，包含兒童或者是端午、中秋這些連假都有辦。我先講小朋友專屬 for 小朋友，大人不用隨行的部分哈。剛剛公真老師有提到，就是說小朋友他來參加的話，家長會很擔心。對，夜宿動物園這4000人次的孩子來統計的話，有40%，也就是10個有4位到6位左右是第一次過夜，沒有爸爸媽媽在旁邊啊。他年齡就是從小1到小6，大班的話要大哥大姐姐陪，才能來。那我剛開始接觸夜宿的這些沒有跟父母一起出來外面過夜，就沒有獨自過夜經驗的小朋友的時候，我們的確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小朋友到晚上的時候會想爸爸媽媽，對。那我們也在思考如何去避免。那經過了3、4年的演化，現在小朋友不會想爸爸媽媽，然後，爸爸媽媽會很想小孩子，對，然後他會覺得很奇怪，小孩子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聯絡，因為我們後來透過很這個紮實、很緊湊的活動內容，然後讓小朋友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就像剛剛公真老師所提的方式，他用學習護照的模式，然後讓小朋友他已經轉移到他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動物上面。那也我們大概目前做的方向跟模式大概這樣，那當然也是很成功，很成功。那夜宿動物園這一塊，在今年的寒假，我先講就115年的1月份，
2月份、1月份就是寒假，15年就是前幾個月的寒假。基本上觀眾朋友如果要報名的話，可能要把握，因為幾乎每梯都額滿，馬上秒殺。幾乎每梯都額滿哈。然後今年的暑假現在已經開始報名了。那我們一共開了10個梯次的兩天1夜的活動，那有3個梯次是4天3夜的活動，現在都已經有人報名了。好，那最熱門的是7月1號、2號，這是每一年最熱門的熱門期。大概因為它只有開40個名額一個梯次，所以目前的名額已經一直在遞減，幾乎每天在遞減。所以有一些家長會說：“我看明明還有名額，那為什麼我下禮拜去就沒有了？你們是不是有什麼？”實際上沒有，那個報名系統是開放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報名，是這樣。所以如果要報名的，可能要把握。那這樣白龍老師，這報名的資訊，你說有系統那些，我們是要去動物園官方嗎？還是去哪裡看？你可以到壽山動物園的官網，FB 官網，要 FB 的官網查詢，或者是你在Google 或者是類似各大查詢平台打夜宿動物園，好，大概5個字，大概就會跳出來，好，就會有這些內容，安尼阿珍先生，可能能判的發通安神功，條到白龍老師有講，因為能一判出來吼，暑假啦，也講寒假，馬上幾乎都是秒殺，馬上如果幾多年的報名，那這樣子累積下來有哪條位除了條到講的小朋友啦吼。本獅子很像安尼，這樣子比較印象深刻。在你自己來講，還有哪一些還不夠感動，也要講夠印象夠深的故事有嗎？我最主要的感動是因為得到家長的肯定。我們可以從群組家長的回饋上面有些家長會蠻擔心小朋友。我們把家長有些分的類型，就是第一個，他可能小朋友第一次上課，或是第一次來參與夜宿，通常都會帶着不安。那有些家長要求要跟，那我們第一次的，像我這邊帶了第一次的跟，是因為我發現到家長真的是很不放心小朋友，可能是你稍微休息一下就跑過來幫小朋友擦擦汗啊，跟他扇個風啊，換個 T 恤，或是就是動作非常多喝個水什麼之類的。那你霎時間你就沒辦法上課。那一個小朋友他說我要喝個飲料，就去投那個飲料機，一個投全班都要投，所以變成我們會造成很大的困擾。所以我們就會特別跟家長溝通說，我們在導覽的或上課的時候，請家長就盡量的不要去參與，讓小朋友來獨立學習獨立這一塊。那第二個，我們為了要應變這個部分，我們就改變了這一種親子團，讓家長也可以來參與哈。那通常我們發現到像這種夜宿的部分，家長第一天都會說，我們這個小朋友是第一次夜宿啦，離開爸爸媽媽。我們殊不知爸爸媽媽離開轉個身，人家小朋友非常安好啊，馬上去交女朋友，馬上去跟其他小朋友互動了。所以我覺得家長都是擔心都是多餘的。那主要的感動是來自於，不管是1天半天，甚至4天3夜，或者是2天1夜，我們可以從家長的這種反饋的資訊來看，是得到很大的肯定。尤其小朋友會覺得說，小朋友他上完課之後一上車接回去，一上車就嘰呱的一直分享啊。今天白龍老師講了很多猴子的部分，我們去餵食動物，然後講了一大堆，那家長就覺得好精彩哦。這個小朋友平常是沒辦法講那麼多回饋的，所以家長有時候就把當下就馬上就再報名下一次的活動。我覺得這是比較肯定的。那當然很多家長會感謝我們設計了這麼多，能讓小朋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回憶的部分。我覺得是一個很正常，尤其很大的數字看來的話，我們現在其實可以這麼骄傲的講一句，我們得到家長的負向的那個評論是應該是0啦。應該是0，對吧？應該是0。大家都挺肯定也給發托，都是肯定，都是肯定。不過等下俺馬上面對一件事情呀，怪重要，條都跟面對。白龍老師，那我們這個夜宿的活動，按你唐風的都會本家長啦，帶動青年的，也帶動青年的來參加。那假使講搶愛點，某些年的，但是俺能有想要來參加，一般的民眾吼，像這些年輕朋友啦，或者是一般的社會大眾，俺能有哪個方式可以來參加？還是講我們也要去借個小朋友才能來報名？這樣子哈。
如果說事實上夜宿它目前規劃有3種模式，第一種就是小朋友來，然後家長不用跟啊，然後第2種是家長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然後第3種就是就你剛才提到，就是那我單身也好，或者我邀幾個年輕朋友，我沒有小朋友，那我怎麼去？事實上也可以。事實上，動物園它在之前就有受理，就是讓一般的民眾他沒有小朋友去那邊露營或者是車宿也有浴室，就是你可以它有選擇開放的區域比如說有一區它是睡在袋鼠的旁邊，也就是你的帳篷打開，然後隔着玻璃窗看到就是袋鼠，那它也有所有的露營的動線設備還算很完整，對。嗰時候講還有機會的啦吼，對對，講按到馬上相應的辦法，馬上夾了去報名都抽嘅，然後來去找個機會就去裡面了解一下就對了。而且那邊有個好處就是晚上很安靜，又很安全，因為裡面也有保全，保全大哥在裡面，對。好啦，躺到安了後我就安心了。剛剛等一下馬上來去先報名，先去了解一下。觀眾朋友，躺到鴉片今年的故事啊，係咪同嗰本嘅共樣？所以馬上來去聊聊一下，來去野宿動物園，講一下對你下嘅動物損失，好似下眼的有關動物同生命嘅故事呢。今日啊，再一次感謝梁偉先生來到鴉片帶來安好嘅故事同安精彩嘅資訊，俾我哋了解。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來邀請你分享更加多嘅故事多謝你，謝謝主持人。頭家泰嘎，歡迎大家趕快來報名哦。好喲，來去野宿動物園之前，共用婷婷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